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亞財經訪談，我係思晨。近年大家成日提到嘅 hyperscalers 啦，指嘅咧就係超大規模雲端服務商。究竟呢類嘅公司有啲咩投資吸引力咧？今日請嚟有東亞證券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同我哋一齊傾下。Hello，Jason。係 ，Hello， 思晨你好。Jason 啊，問下你啦，美國最主要嗰幾間 hyperscalers 啦，佢哋第二季嗰個業績有啲咩亮點咧？尤其是就喺 AI 服務上面嗰個變現能力啦，其實係咪強化咗好多咧？係啦，咁我哋所謂美國最大嗰4間 hyperscalers 啦，咁講緊可能係Microsoft 啦、Google 啦、Amazon 啦、同埋 Meta 啦。咁基本上睇翻呢幾間公司啱啱出嚟嗰個第二季度嘅業績咧，基本上大部分嗰個嘅盈利咧，都係逼到市場預期啊。無論係個季度收入又好啦，盈利都好啦，基本上市場都覺得咧係有一個正面嘅驚喜嘅。咁同埋最大嘅亮點啊，當然都啱啱好似你所講啦，就係啲 AI 相關一啲智能雲嘅業務啦，咁個收入嘅增速咧係繼續有個加速嘅跡象啦，即係比起今年嘅第一季度啊，同埋比起上年4個季度嚟講咧，個增長都係加快咗嘅。咁啊，譬如就喺個即係微軟啦 Microsoft 嗰個 Azure 嘅雲嘅收入方面咧，今次按年嘅增長就去到43%咁多啦。咁比起第一季嘅咁係加快咗4個百分點。咁另外就喺即係計翻去呢4年裏邊咧，都係一個最大嘅增速嚟嘅。咁至於係 Amazon 方面啦，個雲端運算服務即係 AWS 嗰個業務咧，咁今次嘅增長亦都係一個叫重拾升軌嘅情況啦。按年個增長就去到咧37%咁多亦都係按季加快咗。嗱，咁我哋都見到Google Cloud 嘅收入喺第二季方面咧，個增長咧都去到超過80%咁多咁比起第一季嘅63%咧，都係大幅咁樣係加速嘅。咁我哋更加重要除咗睇嗰啲雲收入嘅增長呢一季係咪高之外咧，咁更加重要就唔係話單單淨係睇呢一季嘅收入係去幾多啦，要我哋睇埋就係咩咧？一啲本身已經簽咗嘅合約但係未入帳嘅，我哋所謂 RPO 方面合約嘅金額咧，都接近成1.7萬億美金。咁呢一個金額係除咗創個歷史新高之餘咧，亦都係屬於呢3間公司上個季度雲收入嘅接近15.8倍。咁即係代表啲咩呢？即係意味住未來呢幾個季度呢幾間大型雲服務商個雲收入嘅增長咧，基本上能見到係相當清晰同相當高。咁至於喺個利潤層面上邊啦，啱啱你問到我個變現能力啦，咁我哋睇除咗收入增長之外，究竟個盈利嘅能力係去到邊呢？咁見到即係雖然呢啲 hyperscalers 公司咁過去呢1-2年都燒錢啦，面對好多啲折舊開支嘅增加研發成本嘅上升啊，咁但係都睇翻譬如好似 Google 同埋 Amazon 嗰個 AI 雲業務嘅經營利潤咧，咁分別都做到大概係2.1倍啦，同埋63%嘅一個按年增長，咁個利潤率都繼續係擴闊嘅咁所以都算喺個變現能力上邊係做得唔錯啦。咁我都相信嚟緊嘅日子，咁除咗收入增長之外咧，嗰個盈利能力都繼續係會加強。咁都想問埋啦，因為如果即係業績嗰個利潤增長方面係向樂觀去走啦，咁個基數一定會越嚟越高噶嘛。當基數越嚟越高啦，呢類嘅 hyperscalers 未來係會通過啲咩方式可以維持到個收入同埋利潤嘅增長咧？係啦，咁我哋見到呢啲 hyperscalers 嘅收入基數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過去呢幾個季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AI 嘅 agent 產品推出啦，或者有啲新嘅業務嘅拓展嘅空間。咁譬如喺第一方面咁見到好多呢啲嘅係 hyperscalers 咧。面對一啲企業嘅客戶即係 to B 方面嘅業務咧，基本上都用到好多 AI 嘅產品，就整合到佢哋嗰個商業運營嘅流程上邊嘅。咁涵蓋咗包括一啲自定 AI 嘅 agent 啦，一啲工作流程嘅自動化啦，網絡安全方面嘅一個提升啦，更加重要就係一啲數據分析嘅領域或者一啲編程方面嘅工作。咁譬如就Microsoft 啦咁佢旗下365 Copilot 呢一個嘅工具咧，咁基本上而家好多嘅無論大公司又好中小企都好咧，都開始係用緊嘅咁所以都見到佢喺啱啱呢一季咧，整體個付費嘅即係用戶量或者所謂付費席位方面咧，係突破咗3000萬咁多咁單季嗰個新增嘅數字咧，去到成1000萬嘅。見到 Google 嘅 Gemini Enterprise 呢一個嘅產品咁已經係成功打入咗好多大型企業嘅核心業務核心流程上邊啦咁如果睇翻譬如喺Fortune 100企業裏邊咧，咁而家都有接近90%嘅公司咧係用緊呢個 Gemini Enterprise 嘅服務。
咁除咗你話個 AI agent 啊，或者呢啲產品係不斷多元化嘅推出之外咧，咁更加重要見到本身呢啲 hyperscalers 嘅公司，亦都開拓咗除咗雲服務以外嘅一啲收入來源。咁譬如喺 Amazon 方面就咁探討緊，就將自己研發嘅所謂嘅 Trainium 嘅 ASIC 算力嘅晶片啦，即係講緊一啲係度身訂造非通用嘅晶片咧。咁以往嚟講咧，就通常佢哋做完出嚟咧，就 for 自己嗰個雲端嘅使用嘅。咁但係而家佢點樣做個變現咧？就去賣翻俾其他啲第三方嘅客戶嚟到賺取一個額外嘅收入。咁Google 方面同樣地啦，見到上一季開始咧，都係向一啲外部嘅數據中心直接去銷售去交付咧成個所謂完整 TPU 嗰個系統。同埋去到下一年咧都有機會會確認更加大一啲相關嘅硬體銷售嘅收入。咁所以預期嚟緊去到2027年啦，咁呢方面嘅業務咧都會進入一個比較強嗰個嘅係增長爆發期嘅。另外譬如 Meta 方面啦，雖然佢雲嗰個業務過去呢呢幾年裏邊就冇乜點參與啦，佢本身嘅 AI 大部分都用喺佢自己嗰個嘅營銷或者係推廣方面嘅業務流程上邊啦。咁但係未來Meta 自己都講嘅都會將一啲所謂多餘嘅算力咧，會利用一個所謂雲業務嘅方式咁做一個付費 API 一個商業化嘅 AI 模型咧，咁就會成立成個雲業務咁去出售翻一個多餘嗰個算力咯。咁呢啲都係佢哋變現一個額外嘅途徑嚟嘅。另一方面都會見到啦，就係 hyperscalers 咧，其實佢哋都係 keep 住燒錢，就其中一個目標咧都係部署更加多嘅數據中心啦。而投資者最關心嘅係啲咩咧？你 CapEx 一定 keep 住係會大增嘅。其實呢一個問題對於公司嗰個自由現金流又或者佢哋嗰個財政狀況，究竟會唔會構成一個比較大嘅威脅咧？係啦，咁見到今次出完業績之後，都的而且確見到有唔少一啲嘅係雲嘅公司啦，就算係收入係強盈利係強都好啦。咁但係喺嗰個股價上邊咧，就唔係話清一色係全線上升嘅。咁好似你話齋，本身有部分嘅公司出完之後咧，大家就比較關心或者擔心佢哋嗰個燒錢會唔會燒得太犀利啦？咁導致個自由現金流係有個影響啦。咁我哋都睇翻四大 hyperscalers 嘅公司上一季嘅資本開支咧，都按年大增咗咧，係70%至到係110% 咁多。咁其中3間咧都上調咗今年成個資本開支嘅目標指引啦。咁除咗因為佢哋需要採購大量 AI 算力同埋相關嘅基建設備之外咧，咁更加重要就係一啲GPU 記憶體同埋獨立嘅發電機嘅價格都有個大幅度嘅上升啦。咁令到佢哋燒錢嘅規模咧進一步係增加嘅。咁亦都係直接導致咗呢啲 hyperscalers 方面嘅自由現金流都係急劇縮減啦。咁其中 Alphabet 即係 Google 嘅母公司，咁由舊年同期嘅淨53億嘅美金咧，咁跌到去今年第二季去到係負59億嘅美金，咁都屬於歷史以嚟第一次錄得係單季度自由現金流嘅淨流出。咁而 Amazon 方面就更加已經係連續2個季度錄得一個淨流出啦。咁相比底下微軟嘅季度自由現金流196億嘅美金咧，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健嘅。咁但係其實按年嚟到比較咧，都減少咗係2成3。咁為咗應付龐大嘅資本開支，咁呢幾個月好多大型嘅科技企業都加碼去到增加債券嘅融資或者進行一啲表外融資嘅活動嘅譬如係同一啲私募基金合作做一啲特殊項目嘅公司架構。咁但係部分 hyperscalers 新債嘅發行嘅認購反應咧，唔算話太理想嘅。咁加上 hyperscalers 嘅企業啦，咁都對好多間嘅 AI 獨角獸嘅公司譬如係 OpenAI 啦、Anthropic 等等咧，咁都加碼進行咗啲循環融資或者係貸款擔保嘅活動咁都係令到hyperscalers 嘅信貸違約掉期即係所謂 CDS 嘅日價咧，喺7月份嘅時候係顯著抽升嘅。亦即係代表住整體嘅違約風險咧有所上升。咁但係整體嚟講美國4大 hyperscalers 嘅淨槓桿率所謂嘅 net gearing 咧，都仍然係處於一個偏低嘅水平啦。咁就算5年期 CDS 嘅日價係上升咗，咁但係都仲係處於一個咧好健康嘅水平。咁所以我哋整體都認為違約個機率咧係相當之有限嘅。但係都要提醒翻投資者啦，咁嚟緊都要關注翻美聯儲嗰個未來加息嘅步伐。一旦如果利率上升係太過急咧，咁都可能會令到呢啲 hyperscalers 嘅企業未來去增加發債或者去借錢方面嘅成本咧係會大幅增加咁都有機會觸發到股價回調嘅風險嘅。
嗱咁啊，最後幫投資者問一個佢哋最想知嘅問題啦，因為你頭先都提到就係 hyperscalers 有4大噶嘛，咁啊嗱，佢哋嘅估值仲算唔算吸引咧？有啲咩選股標準咧？係啊，咁喺嗰個估值上邊咧，見到4大 hyperscalers 方面現時嗰個嘅NTM 預測市盈率方面咧，都只係介乎16倍啊，至到係25倍左右。咁基本上呢一個水平就唔係話算貴嘅，因為都比起對上5年個平均值咧係為之低嘅。咁亦都係普遍比起一啲 AI 上游嘅板塊，譬如係啲半導體啦、網絡設備、電力設備等等嘅股票咧，都存在一定幅度嘅折讓啦。咁所以現階段嚟講，我哋都認為個估值嘅吸引力咧，算係唔錯嘅。咁大家喺揀股方面咧，都可以參考4個嘅標準嘅。咁第一個就睇翻唔同公司 AI 相關業務收入嘅增長啦。咁尤其係雲業務啊，同埋自然 ASIC 芯片個外銷方面嘅增長嗰個動能啦。咁第二方面就睇翻自家開發嗰個 AI 大模型升級嘅能力啊，咁因為而家好多嘅市場方面都係好關注咧，當你個模型越能夠升級得越快啊，你個性能越強嘅話咧，咁自然你嗰個市場份額或者令到你雲個業務收入咧都會有個比較強嘅增長。咁當然都要留意埋佢哋 token 定價方面嗰個嘅能力啦。咁第三方面就睇翻佢哋自然嗰個 AI agent 嘅產品對於企業用戶方面嘅滲透率啊，同埋整體嗰個應用嘅狀況啦。咁第四方面就睇翻當然係企業自身嘅財務狀況同埋融資方面嘅狀況。如果資本開支增長係收斂嘅話咧，令到佢哋自由現金流嘅狀況改善嘅話咧，咁當然啦，佢哋就能夠睇高一線啦。好啊，咁啊唔該晒 Jason 啦。相信聽完 Jason 嘅分析咧，大家喺揀股方面咧，自然就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啦。不過最後都要問埋你，有冇咧持有頭先講嘅股份咧？本人冇持有啱啱所提及嘅股份嘅。今日唔該晒 Jason，東亞財經訪談呢一集傾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拜拜。